一星期一次帶你行勻全個沙田。講起沙田市中心，大家通常諗起新城市廣場，仲有名店同高消費嘅鋪頭。不過老街坊都記得，以前係更有生活感嘅商場。市中心嘅商場係分開幾個 level 嘅，中間嘅新城市消費係最高，而隔離嘅沙田廣場同沙田中心係稍為低啲。行天橋過去兩翼嘅希爾頓同埋去好運中心係更加平啦，好似輻射式咁樣發散出去嘅。因為位處喺新界東嘅門戶啊，除咗有火車站之外咧，巴士同小巴路線都係多不勝數嘅。而沙田市中心總站啊，更加係由早到晚都非常之繁忙嘅。睇完咁繁忙嘅景象啊，我哋下一集就去沙田公園放鬆下啦〜